大地，咱拢伫这路途，咱拢伫这大汉。祖先一步一步流汗踏过路，台湾土地名永远是咱的厝。留予子孙什么？是愿望的花光，是希望的天光，是坚强的决心，是自由的灵魂，是无论偌艰苦，头向天看出名，有自信向前行。无惊风吹浪打，生命交予天公。有人打拼着拼，有人无搁放弃，守护子孙未来，爱有家己土地。留予子孙什么？是愿望的花光，是希望的天光，是坚强的决心。请咱的台湾在地文教基金会董事长、教育部长、大部长，请觐为咱致辞。各位贵宾，我就无一一来称呼，甲按陈正业老师的迄个地夫人甲伊所有的家属。今仔日大家来这个圣山纪念陈老师，我想每人拢甲陈老师有一段的交往，长也是短，较久也是长时，也是较短的时间。我伫遮有两方面来讲，私人方面。我嘛会使讲，甲即个陈老师是算讲同志战友啦吼。伫我到教育部以前，其实我甲陈正业老师我无熟识。虽然伊的年纪甲我差不多，看起来应该减我几岁啊。伊出生伫高雄县嘉庭，我伫嘉庭教过册，嘉庭国小我教过2档的册。再来呢，伫教育部的时间，我拄接任2004年5月20接任，差不多3、4日，我有去南部，我住伫台南的。一个旅馆，这陈老师就甲张几海医师来旅馆，甲我相找。伫迄个第一遍，我听因两位，尤其陈老师讲啊足侪教育界的问题，所以我有足大的感受，我嘛会使算讲得到足侪的教育，知影安尼教育界实际的即面是安那。
他拄啊，这个主持人有介绍，即马因为无偌久以前出一本这个电老师伊讲台湾哈教育的开拓者这本册，我看人xem过这本册的人，嘛多少吼会当。安遮毋是咧选举吼，莫安尼迄落好啊吼，毋是迄落，咱这是一个足神圣、足严肃的迄落。若是要拜访呢，我看事后较来拜访，因为咱这本是典礼，吼，是一个庄严的典礼。我继续讲吼，若迄本册了咱显就知影，伊对教育的问题。有深入的了解以外，我先讲私人的部分，会使算讲所谓上有正义的一个部长，伫这个狂风暴雨、狂风暴雨这中间，一步一步行过来的这个部长，伫这个咱的台湾社会。得到上大的支持，鼓励，我会使讲是差不多是郑哲宇老师，为什么会当安尼？从第一，伊真正是伫教育界，伊对实际的教育面一款美感，伊有深入的了解，伊知影问题出伫佗。不只是安尼，伊对规个即个行政系统，伊有相当的深刻的认识。对咱有关的法令、法律，伊有拢有研究。所以，按拄低到悬的，悬的到低，国战处的迄落，伊拢有相当的把来，伊有迄个精神，迄个毅力、毅力，迄个枪，个上了就是有迄个胆量，有迄个正义感，所以，甲任何有一个代志发生咧我差不多。我也是差不多所都万箭穿心啦吼，我做部长是安尼啦，各位。当然台湾各界足侪人拢支持我，但是就是这陈老师，伊拢差不多是第一个跳出来发言，无论召开记者会来声援，过来呢，陈老师伊会写，伊的迄支笔会写。所以，这本就是接出来迄本册嘛吼，迄内底伊作一文章，伊的言论、伊的意见，拢伫内底。所以各种条件的配合，伊伫适当的时间做上有效果的代志。所以对私人来讲，我嘛爱。深深感谢伊。对咱规个公来讲，规个公这方面，就讲咱这台湾要建国，台湾要行的方向线讲起来，伊甲我的迄落，拢有不谋而同啦，不谋而同。就讲毋是阮介大生是拢特好势毋是。所以伊所写，我一方面我家己伫做的，拢有一个共同性伫内底。这我咧想嘛，可能就是讲，阮的年纪差不多，我嘛拢伫南台湾，有迄个共同的背景，嘛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当然，这方面的条件相共的人嘛，介侪，但是上重啦，就是讲对台湾。未来，的路面怎行，这种的迄个看法，
嘛有迄个共同性，这就是伫这个讲的这方面。所以今仔日伫遮，我来致辞，多少嘛有一点感怀，嘛有一点伤感、感伤、感伤啦这算讲，伊是我伫这个教育部任内一个上有力的支持者，嘛是算讲足好的一个朋友。但是伊算有嘛会使算讲英年早逝足侪代志未完成，伊就安尼过身去。但是伊的十几冬来，差不多有2000年以来，伊一方面破病，但是一方面的奋斗，这十几冬的努力，嘛会当看出，按如去年的太阳花，到今年的反乌箱课工，按如大学生，甚至到高中生，这青年的一代有一个觉醒，甲年纪越来较大一出来的人无共啊。我看即嘛就是像陈老师以及甲伊共奋斗的足侪人，安尼共同努力的结果。所以我伫遮无搁介绍伊的贡献，伊的迄本册内容，我是感觉，若是教育的一寡问题，明确伫底，各种的势力是安怎伫迄落交结的，要安怎突破？若各位朋友，大家好好就主办单位头拄有讲，确定嘛要送各位一本，嘛是大家会当好好转去去甲亲戚朋友介绍，大概读伊这本册的内容，就对咱未来教育要安怎行，应该有一寡迄落概念。这嘛是算讲李老师，虽然伊人已经过去啊，但是伊还阁留予咱的一个文化遗产，予咱对未来要行的路有一寡足好的指导。今仔日非常感谢各位来参加这个结业典礼，祝福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多谢。多谢